大智慧，我所分身，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，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，令归敬三宝，永离生死，自涅槃乐。但有佛法中所谓善事，一模一地，一沙一点，或合法护，我渐度脱，殊合大利，为愿世尊，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乐。如是三别佛言，为愿世尊，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乐。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：现在，我作如喜，如能成就，救冤劫来，发弘誓愿，广度众病，即证菩提。观众生业缘品第三。尔时佛庙摩耶夫人恭敬合掌，问地藏菩萨言：圣者，阎浮众生自业差别，所受报应，其事云何？地藏答言：千万世界，乃及国土，或有地狱，或无地狱，或有女人，或无女人，或有佛法，或无佛法，乃至声闻辟支佛，亦复如是。非但地狱罪报一定，摩耶夫人重逼菩萨，且愿闻有阎浮罪报所感恶处。地藏答言：圣妙，唯愿听受。我初说之。佛庙别言：愿圣者说。尔时地藏菩萨别圣母言：南阎浮提，罪报名何如是？若有众生不好佛庙，或自杀害，当对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救出无期。若有众生出佛心血，诽谤三宝，不敬尊敬，亦当对有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救出无期。若有众生亲顺上助，玷污精年，或徛南内自行淫欲，或杀或害，如是顶辈，当对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救出无期。若有众生为作沙门，心非沙门，破用相助，欺讲别义，违背戒律，种种作恶，如是顶辈，当对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救出无期。若有众生偷窃相助财物、国利、饮食、衣服，乃至一物不无处假，当对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，救出无期。地藏别言：圣妙，若有众生作如是罪，当对我无间地狱，纠缠停苦，一念不得。摩耶夫人重逼地藏菩萨言：云何名为无间地狱？地藏别言：圣妙，
自有地岳在大体围山之内，其大地岳有18所，处有500，名号各别，处有1000，名利亦别。无间岳者，其岳城周匝8万外里，其城顺体悬1万里，城上黑字少有空阔。其岳城中诸岳相连，名号各别，独有一岳，名曰无间。其岳周匝18000里，岳城悬1000里，实是体为上系铁下，下系铁上，体狭体高，土系地着岳墙之上，东西地走，岳中有虫遍满万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见其身，遍臥满床，1000万人受罪，亦各自见心满床上，众业所感，亦不如是。有诸罪人，必受众苦，千百夜车，极以恶鬼，口牙如剑，眼如电光，手伏动鸟，拖一罪人，或有夜车，即大体格，中罪人心，或中口鼻，或中腹背，抛空环接，或地床上，或有体鹰，但罪人目，或有体蛇，加罪人颈，别其节内，色下长丁，白色经雷，抽长速斩，阴胆贯口，烈体电心，万数千星，业感如是。东经一劫，救出无期，此界坏时，寄生他界，他界处坏，转寄他方，他方坏时，颠转相继，此界成效，反复而来，无间罪报，其事如是。有五事业感，故称无间。何等为五？一者，你也受罪，以至结束，无时间绝，故称无间。二者，一人亦满，多人亦满，故称无间。三者，罪气车帮，鹰蛇龙犬，对无固促，错毒互通，体盲体成，体如体尾，天劫落手，烈体交心，鸡吞体圆，咳啉体结，将连境劫，所哪由他，苦楚相连，竟无间断，故称无间。四者，不问男子女人，强恶异德，老幼贵贱，或良或神，或天或鬼，罪行业感，适当受治，故称无间。五者，若对此恶，将初入时，至必千劫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就一念间，暂住不得，除非业尽，方得受生，以此连绵，故称无间。地藏菩萨别圣母言：
无间地狱，初说如是，若讲说地狱罪气顶名及诸苦事，一劫之中，求说不尽。摩耶夫人闻已，求有合掌，顶礼礼退。严普众生业甘品第四。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忽言：世尊，我成佛如来威神力国，遍百千万亿世界，分是身形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。若非如来大智力国，则不能作如是变化。我今又蒙佛护助，自阿逸多成佛以来，若度众生，肯能度脱。为怜世尊，愿不忧虑。尔时复告地藏菩萨：一切众生为害脱者，性色无定，恶习结业，善习结果，为善为恶，逐境而生，轮转我道，渐无休息，东经定劫，未歇将难，如鱼游网，将时中流，脱日渐出，又学做梦，以是顶背，我当游念，如既必是枉愿，累劫当世，公道罪背，我学何路？说是午时，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定自在王，别忽言：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，各发何愿？今蒙世尊温群赞叹，唯愿世尊略力说之。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：谛听谛听，先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，尔时有佛，何一切地成就如来，应供正遍地，明行足，现世世间界，无上殊，调御丈夫，天人殊，佛世尊，几佛寿命6万劫，未出家时为小国王，有一人国王为友，当行十善，疗益众生。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做障恶，帝王异计，公设方便，一王发愿，早成佛道，当度是